他们应该也已经从这件事情里得到了教训。赠人台阶，手有余效。您好，你好，美药口腔。我来找路飞医生，牙疼，帮我挂一个牙科。哦，可是你没有预约啊？啊？我说你没预约，看不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签路飞还要预约吗？对啊，我们这是预约制，而且陆医生的号已经排到圣诞节以后了。不信你看。若曼姐，若曼姐，你终于来了。我正要走。别，你是来找路飞哥的吧？他正好有病人，要不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，等他一会儿。什么情况？抓过来，就让阿姨看一下好吗？我来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你走开，你走开！我不是大夫，你是牙医。叔叔也不是牙医，叔叔是来给你讲故事的。想不想听超人的故事？我不喜欢听故事。那你想不想听钢铁侠的故事？不要。那你觉得这个海滨消消乐的小章鱼可不可爱？可爱。那我就把它拿刀切，用水焯，下油锅，放上葱姜、辣椒、豆瓣酱，搅和搅和吃了。只是小章鱼都不害怕，你想不想像小章鱼一样勇敢呢？想。那给你吧。若曼姐，喝口水吧。谢谢。对不起啊，若曼姐，我这几天一直想跟你道歉。什么都不说，就是最好的道歉。你消气啦！太好了，我跟路飞哥终于可以安心了。若曼姐，你要有空把我的微信请求就通过一下呗。这几天我加了你好几次，你都没理我。通过了以后呢，咱俩可以通过微信常常聊天，还可以看到彼此的朋友圈。这是提醒我，他要开始在朋友圈里批量刷恩爱了吗？好啊，有空的时候我就通过。那我们还可以约着一起去逛街、喝咖啡，不带路飞哥，就咱们俩的闺蜜时光。还有完没完？对了，若曼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已经搬家了，从路飞哥家已经搬出来了，不过还是在那个小区。路飞哥他帮我找的房子。他说嘛，客户偶尔还是会有客人去住的。对另一半的异性朋友有多少接纳度，听保证不如看行动。吃醋如果有金字塔，肯定是倒三角形的，所有的女人都在塔顶。笑什么笑？我牙疼。牙疼好事儿啊！我这牙熬不过圣诞节。我帮你修补修补，熬到清明节都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是看在你妈和你妹的面子上才来你这儿加塞的。我都知道，感谢我妈，感谢我妹，还要感谢你那颗牙。放那儿。这就完事了。没骗你吧？疼不疼？哎，你都不知道，我这几天都快憋死了，我被强制休假了，我连个逛街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那你还拒接我电话，删除我微信？艾若曼开启了好友验证，您还不是他的好友？切，好歹也是绝交呀，我也不能太敷衍，不是？哎呀，人生在世啊，没几个好朋友是真的不行。我就你这么一个打不烂、吵不散的朋友，要不然咱俩就和好。感谢您大人有大量，愿意原谅我。回家吧。哎，这些天我也自我反省了一下，我对你啊，确实是有些占有欲。哪怕一个心爱的玩具被别人抢走了还不爽，更何况是我交了这么多年最好的朋友了。但是这种占有欲是不对的，是自私自利，所以我必须要改正自己这样的心态。你不用调整，我必须要调整。我说了，对你交女朋友，我要持祝福态度，谁我都欢迎。尽管他这个人吧，我就不评价了。但是我说出来的话，我就一定要说到做到。哎，你刚才是说你有2天假吗？这么难得？你都不知道这2天休假得有多无聊。我正好有2天年假，要不然出去玩一圈？笑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叫宽大利气纳威吗？知道啊，昆明大理丽江，青岛大连威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知道啊。啊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女的说要跟陆飞去休假，还说对他有占有欲。是谁呀？你怎么了？果汁。星星，这几天我妈跟我表妹来了，你就别来找我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不认生，我现在去跟他们打个招呼。正好我做了果汁，我去送给他们。你听我说，我妈这个人挺厉害的，不是很好相处。我妹的脾气有点怪，我怕你应付不来。哦，那我听你的吧。路飞哥，我听说你跟若曼姐明天要去郊游，我也想去散散心。下次吧。我说过我不介意你们的关系，难道你们介意我？若曼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若曼姐，是我自己非要过来的。路飞哥他还怕你生气，但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，不是那种小气的人。所以我现在要是说我不去了，就是小气喽？怎么会呢？我之前就跟你路飞哥说，一定要叫上你，他非说你上班没时间。这下好了，出来玩嘛，本来就是人越多越开心。太好了，是吧，路飞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这样我们一起拍个合影，作为第一次出游的留念。嘿，准备啊，准备，1、2、3。若曼姐，你都虚了，你动了，下次你不要动，我们再来一张。你不动，我自然不会动了。你都成紧身了，这还叫合影啊？什么是紧身？我只是觉得在后面脸比较小。要不我来拍？好。路飞哥，你把你的脸照的这么大，显得我们俩瓜子脸好好看，是不是？我们别在这寒暄了，
行了，上车说吧。好啊，我坐前排。晶晶，让你慢慢姐坐前边，她熟悉路。是有导航吗？我坐后面吧，反正我也是后来的。还是我来开吧，你们俩坐后面。那我先去办理入住，陆飞哥帮我拿一下行李啊。你不是说来的人你也不挑，谁你都欢迎，是个男的也行吗？闯进你世界里的我都欢迎，但是闯进我世界里的我是很挑的好吗？陆飞哥，我已经办好我们的房间了。我们的房间，我跟你不住一间。想什么呢？2个单间，301、302。若曼姐，3楼就只有2个房间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特别喜欢清静。我现在想去爬山，你去吗？我也喜欢爬山。这都饭点了，咱们晚点再去。不是，行李都没放好呢，不累啊？你俩慢点儿，小心地滑。若曼姐，你没加我微信，你不知道，我在我微信朋友圈当中步数排名第1。进阶的女友 PK 多年的知己，这场胜负的较量，决定了谁才是3人旅行中的电灯泡。山靠的是技术和耐力。这么少事。靠的是体力，所有运动中都是年轻人更厉害，这叫先年有势。慢。哎呀，岁数大了，别争了，喝口水。起来，别拦着我。青青，别跑了，青青。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这是干嘛呀？刚爬完山就要游泳，你这是铁人3项，你们俩够了没有？够什么够啊？啊，5局3胜，我现在尽管有1局优势了，就差这最后一哆嗦。不赢，那对不起我今天这身专业的装备。是不是我走了，你们俩就能和平相处了？哈，你走呗，走了我们俩都省事儿了，直接薅头发。看什么看啊？我看你跟个鱼雷似的，我怕你下水炸着你。若飞哥，我来了。晴天啊，你这装这一包都是什么东西啊？水杯、零食，还有书。你这那是沙滩啊！你穿成这样披头散发的，你也没带泳镜和泳帽，根本不允许下水。咱们俩还怎么比赛啊？我不会游泳。
路飞哥，你教我好不好？你让你曼曼姐教你吧，看着就专业游泳队的。我有点累了，你休息啊。就是喜欢他这么腼腆、这么可爱的样子。好玩儿。要不玩斗地主吧？好啊，先说好啊，玩就玩，不玩钱，不许吵架，不许生气，不许哭鼻子。我保证不哭鼻子。那就行，不然我可不敢跟你玩。吓唬谁呢？你要是不玩，我们俩还可以玩抽王八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保证不哭鼻子，不赌钱。不什么都不赌，太没意思了吧？不如，这穿上，把那愿赌服输啊！我待会儿就穿。哎呀，穿上再玩吧。上。你定的规矩都不能开空调，都要热死我了。3、5、6、7，又是你的地主，我看一下。你可抢啊！不要。我阳，都不要。3个8大1个，我有3个10带3，萨克带1次。什么都没有吧？3个尖儿带1个7。不要。3。你这不是给他走小牌的机会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太会打，我得出大牌对吧？是啊，我俩是一伙儿的。好，那我出个大牌。2，小王。你压我干嘛呀？啊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太会玩，我不能压你。他还剩2张，你好好出牌啊。对我。对球。开门。若曼姐，我是青青，我在你的门口。你没事吧？大半夜的，吓死我了！你快给我开门吧。哎，我让你进来了吗？我这是造的什么孽我？你梦游啊？你躺在这儿我怎么睡？你去我房间睡吧。是你想去3楼睡觉的，你这大晚上的又来我房间做什么妖啊？你要不嫌弃的话，就让我跟你一起睡吧，反正我是不想回去了。
1小时以前，我去敲了路飞哥的门，然后他把我骂了，他好凶啊，虎着一张脸。他跟我说要懂得自爱。路飞哥，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聊这个？错了，对不起，是我小心眼儿，我真的不应该跟你作对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你作对了。你能不能多跟我说说关于路飞哥的事情啊？我感觉我都要疯了。虽然我占着他的右心房，但是我觉得我根本就走不进他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都不行。你就帮帮我好不好？你就帮帮我。给广大情侣的善意提醒，请把另一半的朋友真心当你自己的朋友，不要耍心机、斗心眼儿。只有真心才能换取信任。路飞哥，他是不是不喜欢亲密的行为呀？难道他从来都没有过女朋友吗？不是，他上高中的时候交过一个女朋友。啊，真的啊？她长什么样？漂亮吗？说，你跟路飞的事儿为什么没告诉我？对，你们也不用太羡慕我，我只是个平凡。哎，马飞，嘿，陆琳琳，别再说了。马飞，这就是路飞哥的初恋啊！你说他会不会到现在还想着那个马琳琳啊？应该不会吧？虽然口味重了一些，但是你不会重的那么长情，吃不消的吧？哎，后来呢？他们是怎么分开的？后来啊，老师请了家长，阿姨一般铁腕，就分手了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路飞哥呀，他就是个奇葩。他是挺奇怪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还跟我说他不想结婚。你该不会觉得他是在找理由吧？万事也没有绝对嘛。我想他万一跟我在一起了，又突然想结婚了呢？虽然不能感同身受，但是也不要把对方慎重的人生决定看得太轻描淡写。我是真的困了，你回去睡觉吧，好吧？爸，我还没困呢，你要多讲点路飞哥的事情呢，我还没有听够呢。你还想听点什么？说路飞哥，他应该不会喜欢你吧？你都把我吓清醒了。你该不会既住在他的左心房，又住在他的右心房吧？我还一梯一户电梯入户呢。不会，他要是喜欢我，现在还有你什么事啊？你以后啊，多给路飞一些空间和时间，你别那么主动，让他主动，这样对你俩都好。原来路飞哥的初恋是被他妈妈给拆散的。我要好好想想办法，讨讨我未来婆婆欢心才行。了解一个人为什么越来越难，因为越来越怕麻烦。每个人多少都有故事，懒得认识新人，交新朋友，
懒得从头交代自己的人生，也懒得听别人细数过往。曼曼姐啊，跟你们一起出去郊游实在是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多组织点这种活动吧。行，不过以后咱爬山和游泳不能再一天进行了。我现在这腿啊，都已经不是我的腿了。我也是，其实我感觉我都快酸死了。你捏捏，哎，没事没事。往哪儿看呢？好好开车。路飞哥，你开车比曼曼姐差远了，你就像个蜗牛一样。曼曼姐，待会儿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哎，一会儿先到你们小区啊，把你和青青放下，我自己开车回去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待会儿还要去商场逛逛街。路飞哥，你不用跟我一起去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嗯。哎，就在前面这儿停就好。曼姐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。曼姐，拜拜。路飞哥，拜拜。哎，这也不是你家的方向啊。去你家，你家肯定乱成狗窝了。正好我今天没事儿，帮你打扫打扫。笑什么笑？坐好了。你这一路上是不是一肚子的问号？一肚子惊叹号。这才刚来几天就，我还哪都没逛过。逛什么逛啊？就这瞎花钱。再说了，咱们不回去，那店还开不开了？人真以为咱们关张了呢。谁呀这？谁呀？别坐着看看去。你好，没事啊。阿姨好。哦，我们不要传销的啊，我不是，我是青青啊。青青，我们不认识你啊，你是不是找错人家了？路飞哥没跟你们说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那也没有关系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邢青青，初次见面，不成敬意。哎呀，我这腰啊！哎呀，我的腿，哎呀，酸死了，酸死了！又没让你帮着干活，叫人家真的动不了了，这酸爽！你那是运动过量，肌肉酸痛，一会儿弄个热毛巾给你热敷一下就好。哎呀，这个家秀的，差一点身心俱残。明天啊，我还是回去上班吧。哼。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妈要过60岁生日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这次我想让她到北京来过，你来吗？当然了。给阿姨买个什么礼物？不用。不行，60岁是大生日，我得想一个既实用又暖心的。我现在就有一件事情还没想清楚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叫我爸。虽然我妈嘴上说这次也不想大操大办，也不想见那个老头，但是我知道，在她心里这次生日还是挺重要的。别把我们女人呢
想的太肤浅，什么不要就是要，这是你们的牵强附会。更多时候呢，不要就是不要。就算我叫我爸，他还不一定来。你爸还跟那金首饰3件套阿姨在一起呢。换了，现在是广场舞阿姨。你怎么这么眼熟呢？邢青青是吧？啊，家在哪儿啊？我家在北京周边。北京周边，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家里你调查户口呢？不是，小美啊，你看看他像不像那个罗明远那个？有点。行了。阿姨，我入职美奥已经有好几个月了，一直以来路飞哥他都非常照顾我，我很感激他。哦，我听你的意思，你跟我们洛飞在一个诊所是同事。哦，是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哥住在这儿的？你之前来过？我经常过来呀，我还在里边那个房间住过几天呢。什么？其实我现在就住在咱们小区，就隔几栋楼。其实我们是邻居，以后我们可以是。你跟我儿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阿姨，其实我是洛飞哥的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姑妈，我哥什么时候有的女朋友啊？你是说你是我儿子的女朋友？他可能暂时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。谢谢啊，谢谢今天你来看我们啊，但是你这些东西啊，我们不能收，来啊，你多收回去吧。阿姨，这都是我一片心。真的，你来的太突然了，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家里也没有做饭什么的，就不留你吃饭了啊。小美，送客。哦，走吧。阿姨，其实真的别不用客气的，他走吧。那我下次再来看您啊。我们可以不吃饭，先聊天。小妖精，真浪费，真是。那咱明天还走吗？走什么走啊？那我把箱子放进屋里了。你胆子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你快张嘴！给我转过来，转过来！早恋，跟女同学写情书，你长本事了你呀！啊，把心思全都用在这种地方了啊！我辛辛苦苦，我起早贪黑开这么一店，我挣钱供你念书，我上到学校去学好的，不让你学这乱七八糟的。你小时候我怎么教你的？我怎么教你的？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。你怎么不听啊？你怎么就不听？你真是随根儿啊！你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真是随了这姓陆的家风了你！这不要脸，这不要脸！打死我！打死我！我打死我！你还道歉？对不起啊，妈。别来！你千万别来这一套。您现在多厉害啊！您现在长本事了，学会瞒天过海了。我打电话查，我亲自到这查，我也没查出来，我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。行，你现在是啊，有新招对付我了，对不对？别这装傻，说说那青青怎么回事儿。
妈，我跟青青不是您想的那样，您听我跟您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解释什么呀你？就那个青青，那是正经人家女孩吗？啊？哎，不说别的，你就说那裙子穿到这儿，就往那一坐，我就觉得，哎呦我天哪，什么都包不住，大腿根都露出来了，哎呦，我都替他寒碜。你说你描着眉画着眼的干嘛呀？他要啊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谁请他来了？没人请，自己来了。正经人家女孩能这样吗？人家是正经人家的闺女，你别这么说人家。怎么了？我还说错了？啊？我说错了吗？不是，你就看他那样。你呀，你那魂让他勾走了。说说，你跟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哥，快给姑妈解释解释，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？哎，你别在这听，别在这听，去走。说说，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你都让人家搬进来了，你都同居了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男孩子就可以不要名声了？你就可以胡搞乱搞了？不是同居，他就是暂时没地方住，我让他搬进来住2天。我也不知道他会不跟我打招呼就上门来。我哥不会撒谎的，姑妈。那我现在还能信他的话吗？你说我现在还能信他的话吗？哎呦，我发现我呀，我是教育的再好，我看他再勤，我也架不住生下来你就带着老陆家随根的这个基因。哎呦，姑妈你又来了！我哥也是个成年人，谈个个把恋爱也是正常的，他也是个人。他是该谈恋爱，他是该结婚了，我比他心里还急呢。但是我没有催他，我为什么没有催他呀？对，我为什么不催你呀？我不就是一直觉得你啊，你是一个特别懂得分寸、特别洁身自好的好孩子吗？我是觉得你不找肯定是不找，一找就找一个，哎呀，让我觉得特别核心、特别满意的这样的姑娘。你找的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啊？啊？就这样的？哎，你身边就放着曼曼那么好的姑娘，你为什么不追啊？你弄这么多货色来，你气我？哎，陆飞，我不明白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就特别不喜欢你跟你同龄的女孩子？您不了解别人。别说，我说错了，我不了解，我不了解。就这种货色，这些年我看的多了。就你死爸爸，就你死爸爸陆明远，就在你旁边就全是这种货色。你就看这个青青长得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说哎，就那样，我跟你说，我一看我想抽他，我真的我想抽他。我跟你说，那青青有什么好啊？年轻点儿。多少人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相互折磨，身体力行的把悲观传递到下一代，然后再理直气壮的告诉自己的子女，爱情是易碎的泡沫，婚姻是苦守的平淡。怎么弄啊？咱这日子是你伺候他还是他伺候你啊？还有我呢，你妈我怎么弄啊？是不是我也得跟着你去伺候他呀？咱这一辈子是不是就算完了呀？啊！姑妈生日快乐！妈生日快乐！快乐什么呀？儿子这么不孝顺。我哥早上5点钟就起来了，忙活一大早上，就会给你做一个特别大的蛋糕。妈，我晚上订了个餐厅，咱好好过过这60岁生日。没心情，不过。曼曼姐也会来哦。您不是一直想跟她吃个饭吗？真的？那我可是看她的面子啊。姑妈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。什么呀？我出去买的呀？
哟，杯子啊，看着质量还挺好的，就这乱花钱。吃饭吧。小飞，就那个穿短裙那女孩啊，妈，她跟您想的不一样，不是那种人。怎么不一样？我看一眼我就知道她是一个任性撒娇的，关键听不懂好赖话的人。我同意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妹妹都看出来了。吃吧。啊，来，吃点菜。是这个。行，赶紧吃吧。他跟我说，还是护士。那护士挣钱肯定不多啊，现在呢是靠家里大人补贴，那以后结婚了就得靠男人养着。你想想，以后你们要生活在一起的话，压力全在你这儿呢，不把你累死啊？累死。她就是一花瓶儿。你别看你妹妹，你妹说的对，别遇上事儿，别遇上坎儿。我跟你说，遇上这些事儿，肯定她先啪摔地下，摔个稀巴烂。再说咱们家去这种人家，他也不是说靠花瓶撑面子的人家啊，所以你们俩不合适。不要说别的，就是我这坎儿肯定过不去，你赶紧的去跟他说清楚了，对，他要是黏着你不放，这样找你们领导，再不行咱们换个单位。儿子，你呀，你得懂得洁身自好，明白吗？知道了吗？爸，今晚上7点，记住了啊！餐厅地址我给你发过去了。知道了啊，我就要去机场呢。记得买个礼物，千万别迟到啊！哦，好，挂了。婷婷，你坐下来，你们聊会儿。好，把门关上。你昨天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就去我家？哦，因为在山庄的时候，若曼姐跟我聊天，她说你和你的初恋女友是因为妈妈不同意，所以才分开的。所以我想，我一定要努力让阿姨喜欢上我。阿姨对我评价怎么样？昨天其实我就待了5分钟，也没有怎么好好的跟阿姨聊天，礼物也是在商场匆匆忙忙选的，就可能不大合她心意吧。我跟你说过，我妈是一个特别难相处的人。她没跟你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吧？阿姨对我很客气。那就好。婷婷，我们家的情况比较复杂，你实在不应该这样贸然行动，这样只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。那你可以多说一点你们家的情况给我听。你跟我们家人相处的这么好，他们都特别喜欢你。我虽然见过你爸妈几次，但每次都是有特殊情况。说实在的，有点冒昧。咱们俩的关系还没到见家长的程度，尤其不到你单独去见我妈的程度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努力让阿姨喜欢上我的。阿姨和妹妹喜欢吃什么呢？他们来北京旅游，我应该做个什么样的攻略呢？是我表达的不清楚，还是咱们俩实在不好交流啊？是不是我太笨了，说错话了？是我太笨了。算了，你先工作吧。记住啊，千万别再去我家了。好。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哇，真好看！你回去试试看啊。
那我先去换衣服。行，那谢谢你啊。那我也去换衣服啊。青青，哎，薛医生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去哪儿？路飞走了好一会儿了。哦，他今天走得早，应该是他妈妈和妹妹来了，他要早点回去陪他们。你怎么不知道呢？路飞说今天他妈妈过生日啊。没告诉你啊？啊，你俩吵架了？告诉我了，没吵架呢，我待会儿就去。是吗？哦，那就替我给他妈妈带个好。好，先生拜。是过生日啊。喂，哦喂，若曼姐，你今天晚上会去吗？去啊。我送的是一个健康体检卡，咱们俩没有撞礼物吧？哦，我还没决定好要送什么呢。反正阿姨呢是喜欢经济实惠的，你千万别买那些华而不实的礼物，也别买金银珠宝。怪，什么难怪？没什么。若曼姐，今天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啊？你不是要跟路飞一起走吗？我还得去拿礼物，怕路上耽搁。路飞哥他得提前去准备。好吧，那我去哪儿接你？这儿的菜是太贵了。哎呦，今天您就别心疼钱了，反正我哥买单，人一辈子能过几个60岁生日啊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我能过2个60岁的话，我成仙儿了我。所以嘛，今天您高兴最重要，您一高兴啊，我们心里就都踏实了。行啊行啊，难得你们这么有孝心，点吧。但您多点点啊。少点点儿，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说点够吃就行了，别浪费。走吧。若曼姐，我有一个很不好意思的请求。什么请求啊？我就是担心路飞哥的妈妈不会喜欢我送的礼物。你能不能跟我的礼物交换一下？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请求。这个阿姨买的什么呀？给我看看。这围巾挺好看的，干嘛非要换啊？我就是觉得体检卡比较好，你就帮帮我吧，你就跟我换吧，我会把差的钱补给你的。不是差价的问题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你怎么还发抖啊？你第一次见路飞的妈妈？就是有点紧张。若曼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帮我吧，好吗？我真的太紧张了。好吧，我给你换。谢谢。2个礼物呢，阿姨都会喜欢，你就是紧张过头了。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见家长不是什么大事啊。阿姨这个人很健谈，没什么事啊，放心。那待会儿你先进去，我跟着你好吗？好啊。谢谢，我来点。点吧，阿姨。啊呀，曼曼，生日快乐！哟呀，你没眼力劲儿，你总算来了，来过来坐我旁边了，来，哎呦，给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哎呀，你来就行了，你带什么礼物啊？哎，我替你拆开，姑妈。你这孩子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都是自己人。哎呦，我就爱听你说这话，真的。阿姨呀，早把你当成自己家里人了。谢谢阿姨，来，快看看，
这礼物喜不喜欢？真好看，喜欢呐！我们曼曼给我买的，绝对，我就喜欢啊！哎呦，这料子真好哎，好贵呀！是吗？特柔软，而且这颜色真的啊，颜色是不是也特别适合我？是吗？真好，阿姨，哎，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身体健康，心情舒畅。哎呀，青青，这是特意为阿姨准备的礼物呀，我来打开看看。哇，这可是名牌医院的医疗卡呀！这个礼物真是太用心了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是不是？医疗卡啊，谁过生日送这东西啊？哎呦，是不是说我身体有毛病啊？这个医疗卡其实是我买的。我真是多想了，我以为送医疗卡能祝阿姨身体越来越好呢。我在外面跟青青开了个玩笑，然后就说换个礼物吧，然后青青买的围巾也挺好看的，是吧，青青啊？您好，您的菜已经上齐了。好嘞，谢谢啊。这小飞这接着陆明远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小飞也是，你没事把他给弄来干嘛呀？行了，行，咱们再不来，咱们不等，咱就开席了。别阿姨，我们都还不饿呢，是不是？啊，不饿。怎么回事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瘦啊？是不是特别累呀？那现在工资怎么样啊？这2年比前些年好多了。又给涨多少？可能1年算下来，奖金加提成50万左右吧。50万，这么多，富婆呀，干脆包养我吧。别闹，是没正形儿。哎呀，就是前些日子你爸爸还到我那店里买东西，跟我聊天儿，就跟我说呀，找人给你算了算你的姻缘。阿姨，你说我爸啊，就我这么一点个人感情问题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我现在真的都不敢回老家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有女孩子的家庭都这样，都操心。哎，不像我们这个老大难。他还小啊。对呀，我不着急，宝宝还小呢。女孩子得着急，男孩子才不着急呢。像路飞，我就不急，稍微晚一点结婚，可能还是好事儿呢。你说真给你弄回一个这特别不合心的，让你天天看着着急上火的，还不如不给你找回来呢。真的。其实阿姨，你家路飞这个人啊，感情特别慢热，谁要跟他谈恋爱，那就得小火慢炖。你说到这个小火慢炖，这感情不是也得慢慢炖、慢慢熬吗？虽然你等的时间是长了点儿，但是一切结果都是值得的呀。妈，我爸到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姑父，叔叔好。叔叔好。哎，这位姑娘是？叔叔，您叫我青青就行了。青青，名字好听，玉洁冰清嘛。小飞，你女朋友？不聊这个了，你先坐吧。哎，姑父，您坐这吧，挨着姑妈。我不要坐在那边，我要坐在这里，这里正好有空位，我要挨着青青坐。哦，礼物还忘了。礼物放地上。叔，您先喝点茶。小飞，你有艳福，你的艳福不浅，
青青不但是你的女朋友，同时还是位美女。没有没有，叔叔你也非常年轻。什么声音？快些。总是有不和谐的声音。是啊。我真是土大了。吃菜。还吃什么菜呀？心情都被破坏了。阿姨吃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嗯。什么情况？这顿饭吃的我胃病都要犯了。昨天青青没跟我打招呼，擅自跑到我家，我妈都气炸了。说的嘛，所以这顿饭根本就没有邀请她，是不是？你把她叫了好大。我哪知道呀？她给我打的电话，这姑娘也太傻了吧？这不撞枪口上了吗？谁知道呢？白天都提醒过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感觉阿姨随时都要发飙，到时候咱们谁都摁不住她。不行，我找个借口，一会儿让青青先走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你一会儿帮我劝着点我妈，这屋里她能听话的也就你了。尽量吧。我们喝一点。叔叔，我只能喝一小杯。蛋糕来了，尝尝路飞做的蛋糕。哎，青青，你少喝点酒，一会儿不是有事儿吗？吃完蛋糕我送你回去。小飞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刚坐下来开始喝，你就要走？青青，只要你走，我也走。哼，哎呀，真有意思。有谁留你了吗？你看看你自己这张怪脸，我好心好意的，大老远的奔过来为你过生日，一进门你就不给我好脸色啊！你一点面子都不给。爸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别吵了。你给我住嘴！没有你还不至于这么乱呢，小妖精！你怎么讲话的啊？你跟人家小姑娘发的什么飙啊？你对我有怨气，朝我来，朝我来啊！一张恶婆子的脸，没素质。就谁有素质？你有素质。哎，你自己撒泡尿，你自己好好照照自己。你自己看看，你都什么年龄，都可以当人爹了，干嘛还在这吃花酒？真不要脸！你怎么讲话？你怎么讲话的？你别忘了，青青是小飞的女朋友。什么？女朋友？哈哈，等我死了吧！变态，扭曲，你就是一个扭曲的老女人。青青，谁扭曲啊？谁老女人啊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了。够了！能不能好好吃一次饭？是不是每次都要闹成这样？妈妈，你给评评理，你说说看，就这么个女人，谁能跟她过得下去？那个心眼儿啊，比针鼻儿还小呢，动不动就撒泼。不就是人家姑娘说了一句“我比她年轻”吗？这是实际情况。夏淑琴实际年龄就是比我大，是不是？平时呢又不注意保养，弄得跟个黄脸婆似的。我总要跟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去喝酒吧？我怎么可能跟一个60岁的黄脸婆去喝酒呢？叔叔，今天是阿姨的生日，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我不管她生日不生日，我管她哪天生的，是不是？我就根本没有想跟她结婚。要不是当年呐，她怀着小飞，她肚子里怀着路飞呀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才跟她结的婚。是，既然你们在一起都没有感情，像仇人一样，一见面就吵，那你们就早就想跟他离婚了，可他拖着不跟我离呀。我跪求他离婚多少次，他就是不跟我离，他就是这么变态。他要拖的我呀，就是不好过。行啊，那就熬吧，反正我呀能活得比他长，我熬死他，我非熬死他不行。等那个时候啊，我就解脱了，我也就自由了。嘿嘿，等着吧。
这小男人你有点劲儿，你使点劲儿来。哎呦，这手怎么这么没劲儿啊？对，姑妈，今天这事儿啊，不能怪我哥，是那个青青自己非要来的。那个谁呢？陆明远呢？把陆明远弄来干嘛？给我添堵！他不是没想到那个青青会在吗？所以说来说去都怪那个青青。你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他这么不懂看脸色的人？苍蝇不叮那没缝的蛋，就是你哥这人绝对有问题。我哥那人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怕跟别人撕破脸呗。但我不怕呀，我就是我哥那苍蝇拍，啪啪！您放心，我一定把他拍死，让他离我哥远远的，再也不纠缠。哎呀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嘘，马上就行了。你大半夜不睡觉，知道干嘛？下雨天我身上长疹子，痒死了，出来找点药。我帮你找。这个，抹上去，一会儿就背了。不能赶紧睡觉啊！你这是半夜冒雨出去私会的剧情。你小点声，我跟你说了吗？不是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去找他？我有点担心。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怕下雨，怕打雷。人一小姑娘挺脆弱的。那你回去，我一会儿回来。还是有时间。